是吧，哥？魔教左右护法，也就不过如此。死到临头的丧家犬！可恶啊！明明我们才是反派。识相的话，就赶紧把九天玄石给我交出来！可笑！你们趁龙哥哥闭关偷袭本教，若龙哥哥在场，你们也可以避让堂。龙哥哥，依我看，这个龙顶天就是个贪生怕死的鼠辈，借着闭关的幌子，偷偷躲起来罢了。龙哥哥，龙顶天。教主，恕属下无能。六大门派偷袭本教，想夺取九天玄石，本教一寡敌众，伤亡惨重。江右使，谁伤的你们？教主，我是左使。我是说，江右使，谁伤的你们？就是他。不愧是魔教教主，好强的霸气。不过也就能对付些小喽啰。教主小心，这个宋清风的武功深不可测。什么？他的武功竟然和教主不相上下？什么？九天玄石，他怎么也有？没想到吧，世上居然有2颗九天玄石。糟了，不妙！怎么了？教主在左边！教主！哥，这里是哪儿？奇怪，难道是幻术？那我们怎么办？小妹，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教主的下落。你也知道教主现在生死未卜，教主何方才能找到你的踪迹？教主，龙哥哥，这茫茫人海，你到底在哪儿？不好意思，经过了。教主，龙哥哥在干嘛？你知道教主隔三差五就会闭关，对吗？要不是因为这次龙哥哥闭关，我们才不会输。起先我一直以为他在研究什么高深莫测的武功，直到有一回我推门进去才发现，我终于完成了。我终于完成了！就是一直在做那种东西。那是什么？卡布奇诺，意式浓缩，尝尝看。教主，现在不是做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赶快找到回去的方法，重振魔教。你知道我这半年来怎么过的吗？半年。传闻九天玄石可以扭转乾坤，逆天改命，难道一切都是玄石所致？这半年来，我一直试图寻找你们的下落。当我刚来这家店的时候，店里的咖啡只有2种，经过我刻苦的钻研，现在已经多达30多种。还不是在搞那种东西？龙哥哥，你居然在这种地方当了半年的伙计，难道说你要放弃教主的身份，以便迎娶灵儿？倒也不是，只不过这半年来，有一件极为棘手的事情困扰着我。啊，如果说连教主都觉得非常棘手的事情，那一定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。糟了，又来了。Take me back to the day I met you， 告诉我这并不是一场梦。你让泪滑落
微笑对我说，陪我看最后一个日落。你是我此生最后一次执着。什么？我们有同名广播剧了？是的，《奋斗吧龙顶天》广播剧7月12日正式上线，猫耳 FM 盲盒剧场，不要错过。点个追番，一键3连。故事里的魔教教主再强大也是假的，但是扫描屏幕2维码关注 B 站轻剧场，更多精彩内容却是真的。